不吃晚飯都要送上 my birthday greetings， 一班好友都嚟幫佢助興，雖則多我唔多，少我唔少，但當我收到邀請，就決定寫返首歌博佢一聽。有一種好友，說話不多，但很會做事情。你有需要，只要開聲，佢多數答應。不論音響打鼓、beatbox 和聲，用乜鬼嘢都會整。就算係冇嘅嘢，要變做有嘅嘢，佢就將佢發明。咁樣嘅超人不單靠天分與打拼，可知佢當年起點似絕境，許多的險阻路障都俾佢一一掃清，當中嘅艱苦辛酸只有天知明。不吃晚飯都要送上 my birthday greetings， 不單是祝福，還有我的致敬。就算我戒咗酒呢杯水，我都會飲勝。有你咁樣嘅朋友，點會唔握手稱慶？咁樣嘅超人不單靠天分與打拼，可知佢當年起點似絕境，許多的險阻路障都俾佢一一掃清，當中嘅艱苦辛酸只有天知明。不吃晚飯都要送上 my birthday greetings， 不單是祝福，還有我的致敬。就算我戒咗酒呢杯水，我都會飲勝，因為你以身體力行照亮了四周的生命，喚醒世界要做點事情，可望一呼百應。